人讲3年出一个状元，10年才出一个小段小生。以栽培少年人才为主的歌仔青世代，今年已经是第2届举办了。团结中心表示讲，这摆活动特别加入7点人的制度，邀请到徐阿湘教授来画，统合之下呢，互这届入选的5出歌戏。那这剧本的品质是愈来愈好，整个运作也真顺。当是我父亲的话，为什么我是女人？ 就袂当代表着教。甲传统老戏调戏歌女改造调戏歌女，用女性的观点融入现代议题，带大家来探讨性别甲权力的关系。国立团艺中心表示，第2届歌仔青世代拢总有5出戏入选，因为第1届拍好的基础，这届无论是演员、编剧、导演，拢有更加侪青世代艺术家来投入创作，和传统的戏剧文化融入少年辈创意甲活力，也请侪少年人做过来看歌戏。很喜欢这种青世代的感觉，因为我们跟演员反而年龄接近，更有话题可以聊。国立团艺中心表示，传统的歌戏面临世代交接，青世代是发展的主力。歌青世代的计划，就是希望透过系统化做法，提供资源甲平台来为歌戏培育各种的人才。团艺中心主任陈月琪强调，有第1届经验了后，第2届因就加入7点人的制度，邀请真有戏剧文化底子的徐阿湘教授来担任统合的任务。 艺术顾问可以依据他的经验跟他的这个艺术的内涵，去让呢这些戏的进行更顺利。剧本成型的过程当中，就因为有戏剧顾问的协助，还有读剧会的一个发表，所以呢这个剧本是不断的一个精进。 计划推测，若是要培育人才，嘛是希望融入现代观点的歌戏，会当让更加侪少年人来剧场看戏。第2届歌青世代拢总有5出作品入选，对5月23起会线线伫高雄中山堂演出。团艺中心也邀请大家到时小招做过来看戏。记者郭家主、顾朝阳、高雄场报道。